台湾话舞狮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朗西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舞狮，一种民俗活动，相传是为了驱逐邪恶鬼怪而来。有2个人分别握住狮头和狮尾，配合锣鼓节奏而摆动，另有第3人扮大头和尚在狮前逗弄，共同合作演出。常在节庆中表演，来增添欢喜热闹气氛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